美国为着中国军演暂停试射飞弹，即阵出动义勇兵就这弹道飞弹，外界分析是要吓中国和罗西亚。斯里兰卡破产，又甲中国借钱，无钱通还，港口恐惊中国军事据点化，即阵佫有中国测量船来入港。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明，欢迎做伙加入新闻世界通，大概30分钟，互你正做国际新闻通。首先，就来看美国动作。美国空军宣布讲，16已经完成义勇兵3型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外界拢认为讲，美军这个做法是要吓中国和罗西亚，因为美国众议院长 Nancy Pelosi 8月初访问台湾，美国也因为中国宏大军演，然后洲际弹道飞弹试射。即阵这个试射咧，通确保武器这个系统准确度，嘛通看见美国和美国伫咧太平洋区域维持必要的威胁能力。美国军方16为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一辆义勇兵3型洲际弹道飞弹。这场例行性试射，进前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对台军演经济紧张延后，即马顺利发射，翻过太平洋，成功拍到马绍群岛的目标区。美国空军表示，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应确保武器系统的准确甲区域，佮提供宝贵数据，同时也为美国甲民国伫太平洋区域维持必要的镇压的能力。所以，美国它在这种长程的洲际飞弹，还有就是美国陆军可能研发的中程弹道飞弹，未来都会持续的增加，以核主来这种就是抵制中共跟俄国的这种核打击能力的威胁。美方虽然强调这摆试射无针对任何特定的全球事件，不过因为义勇兵3型有核能力，射程延到印太地区。外界分析，针对中俄展现甲协作能力意味真高。最近美国甲中俄紧张局势升悬。俄罗斯总统普京伫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顶悬，不止批评美国咧设法拖延乌克兰冲突，佮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是有无倡导。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авантюр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йван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поездка отдельного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литика, а час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ША по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и хаотизации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регионе и мире. Нагла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 неуважения к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к сво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 普京认为这是美国无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表现，因为即马西方国家咧设法找找类似北约的体系扩展到亚太地区。记者综合报道。斯里兰卡这个国家破产哦，过去就是因为修建港口欠中国真济钱，无钱通向中国哦。中国即阵通租用这个港口99档，外界拢关心这港口是毋是会军事据点化。即阵斯里兰卡咧无顾美国和印度的反对，拜二迎接中国航太测量船远望5号来靠港。这阵佫引发济争议哦，因为印度认为讲伊是中国解放军下底间谍船，斯里兰卡就表示讲远望5号哦，未伫斯里兰卡海域进行任何的研究，印度免烦恼啦。同时阵嘛向中国来讲哦，赶紧来遮提供经济援助。挂着中苏友谊万岁布条，中国航太测量船远望5号16在美国甲印度的反对声中，开入斯里兰卡南部的汉班托塔港。所有关心和支持中斯友好，特别为远望5号这次停靠汉班托塔港付出心力的斯里兰卡朋友们，致以最衷心的感谢。中国大使所讲的中苏友好已经引发外交的紧张，因为美国甲印度两国，特别是印度认为远望5号目的无单纯，伊毋是普通的研究船，而是解放军用来监测卫星、火箭甲洲际弹道飞弹的间谍船。另外，汉班托塔港离印度海岸只有500公里，远望5号的停靠场伫印度的后院来设立中国的军事基地。The government carefully monitors any development having a bearing on India's security 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akes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safeguard them. 印度进前已经向斯里兰卡强烈抗议，斯里兰卡原本也要求远望5号暂慢来停靠，也不过顶礼拜六雄雄改变这立场，表示这边远望5号无伫斯里兰卡的水域来进行任何研究，将会停留6天。We hope and request China, our long-standing friend, to assist us in restructuring our debts and secure an IMF bailout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provide with some meaningful bridging finance. 远望5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活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通行惯例，不
不影响任何国家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这个讲法真难互印度接受。随上斯里兰卡最近一直处在中国甲印度的角力中。过去斯里兰卡参与中国“一带一路”计划，向中国借真侪钱，无在条形，也甲汉办拖塔港遭予中国刑钱。后来更加爆发严重的经济危机。印度今年虽然也陆续提供大约38亿美金的贷款，协助斯里兰卡渡过难关，不过有关报道组织晚傍5号停课。有印度媒体抨击，莫迪政府和中国间谍船开立家己后院是战略的一大挫败。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伙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中国7辆船伫斯里兰卡港口，美国甲印度拢烦恼中国会甲港口军事据点化。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尹锡悦讲会和北韩和平来斗阵，无意思要用蛮力来改变现状。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7月通货膨胀升到10.1%，超过按算创下40年的新高。另外看到美国 New York Times 报道，反 Trump 这大将 Liz Cheney 众议员初选失败，这阵这个 Washington Post 嘛搞款报道因为 Cheney 初选失败，共和党来开始有支持 Trump 的这个声音。过来关心嘛，这个半导体是台湾的这个命根，但是这阵全球咧各有24座钱元手动咧起，但是这个国际金融机构都咧预测讲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全球经济拢会安尼消退落去。Bloomberg 个指出讲，过去因为疫情的关系，半导体相关产业拢真兴，但是咧最近开始可能会面对10档以来上严重的这个消退。都有专家来分析讲，未来2档这个需求减少，厂商咧拢有调整库存的这个压力。不过长期来看，这个半导体需求可能也是有啦吼，景气应该无遐尔悲观才对。从2023到2024年，未来的这2年将会面临到的，不管是在需求面呢，还是会显得稍微比较疲弱一些。半导体也不至于会陷入到长达这个10年这样的一个调整期哦。搁来关心南美国家巴西这个政坛的消息，10月初2就要举行总统大选，竞选活动在拜二正式开始。在12名这个候选人内底，上注目的有2个拢做过总统，包含争取连任的这个现任总统波索纳罗，以及巴西第1位工人出身的这个总统卢拉。2个人政治立场有影讲是极端的极端哦。卢拉支持度目前是领先，按算第1轮登票的时阵，卢拉通赢到44%的这个选票，赢过波索纳罗的32%。但是有其他民调来显示讲，2个人的争差已经开始缩小。巴西总统选前拜二正式开始，左派出身，在2003年到2010年做过2任总统的卢拉，选择来到圣保罗郊区的圣伯纳平原区一间汽车厂来做事，得到工人热烈的欢迎。因为当地是工党的发源地，卢拉1970年代伫遮传领工会来抗争，受到注意，所以讲具有代表意义。伊在演说中直接把镜头指向波索纳罗，批评伊是一个无值得信任的大骗子。Você não acreditou na medicina, você acreditou na sua mentira, porque se tem alguém que é possuído pelo demônio, é esse Bolsonaro. 伫这同时，争取连任的波索纳罗是来到巴西东南部4年前参选时，从插着上的所在向支持者大话，要伫个中心之地重新来开始。伊带第3任的家后到底来做事，强调要让巴西行上共产主义之路。卢拉甲波索纳罗理念完全无同，这摆大选也被讲作是巴西过了10年来上两极化的总统选战。虽然这种57%的选民无满意波索纳罗的施政，不过伊最近扩大对选择人的社会福利的支出，并且对国营教育公司施加压力来调降油价，讨好选民的政策有效，已经让卢拉的领先差距慢慢来缩小。
上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卢拉伫头一轮大选中会以44%比32%的得票率打败波索纳洛。但是无人票数超过一半，伫这日第二轮投票了后，卢拉可能摕下51%的选票，比波索纳洛悬出16个百分点。不过，有其他的民意调查结果指出，两个人的差距已经比几个月进前缩小。专家认为选战有望变数，投票率愈近，选情会更加紧张。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我哋看到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侪届呼吁欧盟都要禁止发签证给罗西亚公民，卖互欧盟变做罗西亚好野人来去的后花园。即阵的 Estonia 开第一枪，这礼拜对5万已经核准签证的罗西亚人来关边界。另外，芬兰呢也按算在9月7日减少对罗西亚人核准签证。俄罗斯甲乌克兰开战了后，欧盟对俄罗斯加领空关起来。真侪俄罗斯人甲伊入境波罗的海3小国，也是芬兰经由先军签证进入欧洲。不过，这条陆路也开始行不通啊！爱沙尼亚18开始会对已经合法签证的俄罗斯民众甲边境关起来，领导也是家庭因素除外。正最头一采取这类行动的欧盟国家，影响大约是5万人。When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see Brandenburg Gates. The people are dying under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ombs, and Russian Federation authorities are using the tax money what is paid by these people who are making their tourist trips to Europe. Было все, что мы были все вместе, и вдруг вот так. Не знаю. Так нельзя. Надо дружить.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前搁再呼吁欧盟各国禁发签证予俄国公民，防止欧盟真侪任何有门路的人拢会使随便出入卖超级市场。真侪欧盟国家已经限制观光的签证，拉脱维亚更加无限期全面来停止合法。芬兰7月取消防疫边境管制了后，真侪俄罗斯观光客到欧洲新军国家的跳板。当局宣布9月7日开始大幅减少合法予俄罗斯人的签证，降到原来一成。芬兰甲俄罗斯有1300公里的边境，每年俄罗斯观光客消费真多。即阵因爱惜国不中心，好留大坝观光区拢常常听会到报上乌克兰国歌。民意调查显示，58%芬兰人支持限制俄罗斯旅游签证。尽管东欧、北欧国家支持，德国总理肖兹依然是有所保留，认为这是普丁当局临时俄罗斯人民的战争。制裁行动不应该造成克里姆林宫的反对者更加难以早离开俄罗斯。公视新闻是会中编译。我来看到2022年卡达世界杯卡球赛，就要伫11月20正式开始。这个维安呢，讲就是比赛成功也是失败上重要这个关键。这个大会已经伫咧8座球场安上万粒的这个监视器，防止任何恐怖攻击、天然灾害以及卡球落麻等等的节瓜意外会来发生。世界杯卡球开始踢，伫体育场内底就要较安分，因为采伫各方位的监视器，当咧掌握大家的行踪。You can see different tiles of the cameras. And you can also see the ball area in some of the stadiums. 今年世界杯卡球赛的8座体育场已经安置15000支的摄影镜头，这个监控的画面会随时甲收录伫个阿斯拜尔指挥监控中心内底。伫遮有连接所有的警报器、感应器、监视器，防范恐怖攻击、天然灾害，也有卡球落麻，会使讲是做甲正点点。The state security agencies have a venue operations center physically in the stadium. They also have the National Command Center, and our command center actually works in coordination with both places, so we have a constant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hree centers. Based on the type and nature of the incident, we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and data to support the decision making. 这是世足头一遍伫中东国家举办，大会估计讲到时会有对全球100多万的球迷来造访，已经列做是卡球落麻的名单，是袂当入去甲球场内底。3000外土耳其的警察到时嘛投入强化维安，32个参赛国嘛会家己派员警，甲家己球迷一举一动拢甲真条条。You have the visibility, eyes and ears, and situational awareness of multiple stadiums at the same time. 国际卡总顶礼
拜宣布讲，开幕前的对原定的11月2日，提早一天到20开始踢。这是予地主队卡达迎战厄瓜多，这是单独进行的一场比赛。理由是讲要延续予地主队，也是讲卫冕队伫个开幕前登场的传统。国际卡总强调，这是经过赛事甲营运影响的评估，和地主队还有相关人士超测了后所做的决定。根据原来的赛程，20月即天的第一场比赛是 A 组，塞内加尔甲荷兰、卡达厄瓜多之战，虽然是本届世足正式开幕战，不过安排伫个后壁。卡达对这款的赛程安排感觉真失望，因为已经伫开幕典礼落重金。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我来看到中美洲国家 Salvador 这个政府拜日公布过去5个月扫乌的这个成果，逮捕差不多有5万名帮派分子，没收超过100万美金这个不法的金额，还有上千件这个武器。Salvador 政府佫讲哦，大规模扫乌了后，犯罪率咧也对咧落降。但是人权团体就咧批评讲，这个军人也是警察，为着要拼业绩，真正是拼甲是非拢总无咧分，未足平民根本是拢唔是黑社会，嘛是红掠，甚至就连未成年嘛无辜被掠。双手靠手铐，乖乖坐伫等甲警下指令。这个身躯赤龙赤红的犯人，拢当地服刑的恶毒分子。中美洲萨尔瓦多礼拜二公布扫乌成果，讲过去5个月掠到差不多5万个好亲像恶毒人员。没收超过100万美金的不法金额，也加上千件武器。人口敢若650万的萨尔瓦多，乌道的问题已经有几60年。暴力事件坐甲互人列做世界谋杀之都。今年3月，佫发生大规模杀人事件，2天内死87个人。总统布格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要向乌道正式宣战。那稳准军警伫无拘捕令的情况下，就会当掠帮派分子，佫下令收容帮派家教。减少食物的配给。Y es importante que sepan que si se tratan de pasar de vivos, vamos a bajar de 2 tiempos a 0 tiempos de comida. Y vamos a ver cuánto tiempo dura. 布格雷政府当时修改法律，将帮派成员的刑期增加5倍，上悬会当加禁45年，来达到阻挡的作用。政府佫讲，3月发动大规模扫乌，真一改延长紧急状态了后，犯罪率已经下降，其中有77天无发生凶杀案。不过，人权团体批评警方拼业绩随便掠人。一寡根本都唔是乌道的，都是因为住伫个散车社区，都互人列做嫌犯，甚至有未成年人无辜去掠去。Ponga su mano en su corazón, nuestro señor presidente. Nosotros votamos por él. Nuestra familia, mi hermana, todos dimos el voto para él. Y no es justo, señor presidente, que nos tengan nuestros hijos detenidos. Piensen en el dolor de mis nietos. 国际调查组织指出，3月到即马已经有18人伫扫乌行动中无辜死亡，而且政府资料无公开，犯罪率是毋是真正下降，嘛充满疑问。虽然质疑的声音不断，布格里也是强调扫乌的手段无毋对，强烈镇压才会当互国家变安全。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过来带大家来关心这个健康的议题，讲到器官移植哦，需要换腰子的这病人通常要开真久长的时间来等待捐器官者哦，并且呢，这个血型这个条件拢嘛会符合，才会当来移植。根据英国 Cambridge 大学上新的这个研究，因成功将捐器官者的这个腰子血型改变做 O 型，即阵呢就会当缩短等待时间。即阵嘛等待临床实验有需求的患者，就免等遮尔久。带狗仔散步爱沙有腰子病，所以健康情形无啥好。疫情期间，医生甲伊讲，伊必须在1年内来换腰子，若无健康会更加恶化。Although I already knew that my condition was heading that way, it was still a bit of a shock because I think that no matter how much you prepare, when you get a news like that, you know, it's tough. It's tough going. 为了等待换腰子，艾莎无到出去较远的所在，而且伫英国这一等有可能等10年。就伫伊感觉无希望的时阵，一项医学突破为艾莎带来一线希望。剑桥大学一项节目发布的研究指出，
因提出关键药剂含氧血液，助力去叫做加速的酶，刷来甲肺重新甲输送转去，就会使甲关键药剂的血型转化成做通用的 O 型，会使医适合任何血型的人。等待换药剂的人，等待时间因此可能缩短。这种已经有3层成功改变血型的实验的案例，不过这项研究也需要进一步临床的实验。People from ethnic minority backgrounds on average wait a year longer to receive a kidney transplant than people from a Caucasian background. So again, if this research helps to redress that balance, that would be absolutely fantastic. 在英国，黑人甲其他少数族裔群体比白人患者要加等1年才获得到移植的器官，因为因可能更加属有比较少看的 B 型的肺。不过，这个族群关键器官的比例其实偏低，未来若实施改变关键器官的血型，减少无同族裔中间配对的困扰，将是患者一大福音。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过来关心在咧50档进前电影《Godfather》教父 Marlon Brando 这个演员哦，因为认为 Oscar 无尊重这个原住民，拒绝来领最佳男主角奖，颠倒请原住民吕明星 Little Feather 小羽毛穿印第安族的这个服装替伊来领奖，现场却得到真无礼貌的对待。主办单位影艺学院哦，最近为着这款这个历史来道歉嘛，发出声明，讲到这款的这个历史真正真歹势。今年已经75岁小羽毛就表示讲，真欢喜看到哈利 wood 这大的改变。Marlon Brando in The Godfather。1970年，金像奖影帝马龙白兰度无出现，领奖台是穿印第安服装的原住民女青小羽毛，伊无领颁奖人罗杰摩尔获伊的奖座，佮透过感言说明家己代表马龙白兰度出席典礼。That he very regretfully cannot accept this very generous award,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being are the treatment of American Indians today by the film industry, excuse me,现场拢是戏声甲谱声，小羽毛所里讲完马龙白兰度的感言，就是这段历史，和影剧学院伫50年后公开用书面会释礼，承认当年典礼不当对待小羽毛。这代志伫迄个时阵引起真大风波。马龙白兰度旧领影帝奖座，佮写长批控诉好莱坞不当对待原住民，也抗议同一年发生伫南达科他州警察枪杀示威的印第安人事件。有媒体质疑小羽毛并无印第安族血统，是为反面上台。有人理由伊甲马龙白兰度无正常的男女关系。小羽毛伫2010年透过 BBC 公开否认这个讲法。影剧学院发表公开的回释理批，也算弥补当年的错误。2011年，影剧学院成立电影博物馆，过去好莱坞存在族裔甲性别的歧视现象，拢正做史料。小羽毛的颁奖事件也伫其中，未来也会办讲座，邀请小羽毛讲迄一年的典礼事件。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以上就是今日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张伟民，马仔讲一个时间，咱再会。